嘉义中部是台湾乌木耳主要的生产地之一，占7%左右的产量。不过最近呢，受到这比甲昆生的牵连，本地订单也拢互取消。农民讲，进前有专家伫咧怀疑，真有可能是这木耳处理了不好势，才会中毒，影响到因的生理。业者希望讲这调查赶紧查清楚，恢复民众对乌木耳的信心。高寮内底满满的木耳拢无法度来采收，原本遮拢应该是准备要出货到市场顶面，但是因为即阵啊食安的问题，所以拢去用取消订单。种植木耳的农民讲，国内木耳的品质真好，请民众放心。那现在我们完全没办法出货，然后没办法出货过程中，我们势必要把所有的货都冰在冷藏室。那我刚才强调一句，我这个木耳在冰7到10天呢，7到10天，所以。年假过后才是我们最担心的地方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年假过后消费力道会更弱。进前专家怀疑造成米价困升的一个原因，可能是餐厅业者处理乌木耳无好势，才产生这款毒素。木耳业者表示，莫名其妙的指控，让规个嘉义县乌木耳产业拢受到真大的影响。在基本上，我起码产地整个出货量差不多减了2%以上的啦。很多的食材可能都有被怀疑到。那我是认为对这些食材的供应者都不公平。那我希望检察官能够尽速，那包括卫生单位赶快公布，那能够让大家能够对这些食材有信心。我想这是很重要的。嘉义县中部乡的乌木耳产量占全国的7%。原本清明这段时间是乌木耳需求上大的一段时间。嘉义县木耳联谊会就讲，即卖有一半以上的业者通路订单拢互全部取消，只希望代志会当赶紧调查清楚，还乌木耳一个清白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